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清，欢迎收看今日新历5月28公视台电台下晡新闻。咱先来关心透早高雄搁变大雨，公山燕巢和大寮拢有角头去积着水，森林倒落雨尾，雨水嘛落袂休，淹甲真严重。美国国务院表明讲，香港国内南是真有自治权的城市，当然美国就袂搁提供贸易各方面特别的礼待。台北文华东方酒店宣布，对下个月初一起停止搁接人客主文房间，6月初7个会裁员212个新劳。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讲，今日同款嘛无新增加染着武汉肺炎的患者，目前治病人数依然是441个，啊，其中420个病人已经复原出院了。另外，指挥中心嘛佫公布讲，进前若有甲出入的民众留名姓、电话这的资料，经过28天就是爱毁掉，嘛袂当乌白运用。咱等下来听陈时中指挥官上届新的说明。那我们今天仍然没有新增的案例哈，那累计我们现在420人解除隔离。那至于昨天哈到达的从俄罗斯回来的哈，那结果出来也全部都是阴性。我们就公布这个防疫新生活运动中的10连制的措施指引。第一个呢就是明确告知，那第二个呢是这些所收集的资料只能保存28天，那28天以后就必须删除。那同时呢，第3个原则就是禁止目的外利用。透早高雄又搁变大雨，公山燕巢和大寮拢有角头去积着水，尤其公山鱼市啊，落雪淹甲变溪，大寮内坑这边欢喜镇社区，早起水淹甲2尺悬。住户有的贴沙包，有的要撩水出门。证人嘛讲，在因遐是大雨来就淹，望政府就要紧设法斗改善。天也未光，公山鱼市场就已经因为大雨开始积水。天光以后，边仔的家新东路一项规条变成溪啊。鱼市场的门口夸张。顶游水到1楼，下水道的水嘛溢出来，全部流向鱼市场。一透早鱼贩仔甲人客无办法入来，鱼市场根本无办法做生意。这边就是因为这边比较低洼啦，这边低洼的部分原因啦，所以说这条路的话，可能看我们相关单位可以把它整理一下，看能不能垫高一些。唔敢若是鱼市场附近的大营北路、嘉新东路、圣心路，一透早拢有物流司机翕到严重积水，去记者勉强通行的画面。燕巢桥那里嘛积水，差一点仔淹过规个路面，好在在雨伫个7点外以后有较停，水慢慢提起。另外，伫个大寮内坑里，3点钟嘛落雨将近90毫米。欢喜镇社区头前的道路7点开始积水，上班民众一开始阁会使撩水出门，但尾啊水深达到60公分。住户家己伫个路桥封锁线，嘛伫个大雨中囤沙包藏当水门。大家拢摸沙包来囤的，然后内面嘛爱入去囤的，安尼较袂淹入去。早上我们看那一个水利局的一个水位标位，大概是在60公分了。对，然后淹到几点？淹到大概8、9点对了。自从强调当地20天以来拄到大雨就淹水，这件的方面已经害因连续2天早夜拢淹，希望政府提出改善作为。记者王家川、柯建准给我报道。咱搁来看云林县倒落雨尾遮，雨水嘛是落无休。倒落这边有一间民宿仔厝，地势较低，对透暝淹甲天光，厝主是连困都唔敢困。啊，雨尾28公园头前，水嘛积甲无看的路。啊，搁有苗栗泰安遮是山坪的石头，互雨势甲冷落来，地歹路边的车甲台电变电箱的设备，有影酸长甲真食力。一暝大雨，互云林倒落这间厝淹大水，因为地势较低，位厝外口一路行到厝内底，淹水的深度上少拢20-30公分。厝主一暝唔敢困，赶紧把家具加好关关。从早上5点这场很大的雨开始淹进来，这样。因为我有沙包，所以我有堆沙包，可是还是没有人。厝主表示，因为老厝目前当咧重新装潢，所以有木材甲装潢用的工具，今麦全拢泡在水内底。另外，伫咧虎尾镇228和平公园头前嘛，淹做小溪，里办公室赶紧封闭道路。当地里长表示，因为地势甲排水系统的问题，大概大雨就会做水。这个平常落雨就较大咧，就积水积个真严重。因为这个算排水系统无好，这片土地无重位啦，无重位这地势较低，地势较低这排水沟佫弯来弯去
沙土机来回清理落石，大雨嘛造成苗栗泰安山区出现落石，一架停路边的小车直接被陷着，加上当时车顶无人，无造成伤亡。不过泰安山区若是拄到大雨，就定定有落石，当地居民通行拢特别犀利。那么经常一下雨就落石了啦。哦。之前这边也拿了不少的那个人命啊。警方表示，落石意外发生伫咧苗62线10公里处，27号下晡2点半，有几啊粒大细无共款的石头，为差不多2公尺悬的山壁放落到路边，除了一台车被陷着，嘛弄到边仔台电设施开关箱甲变压器。民众希望相关的单位会使解决落石对当地威胁。记者中部综合报道。咱搁来关心，今日早起，美国国务院表明讲，国内香港版的国安法若通过，这都毋是真有治治权的城市。当然，美国就袂阁提供包含贸易各方面特别的礼待咯。总是过去捌做过香港法务部门的高官的人士是讲，国际虽然有反感，毋过国安法一定就爱行。是讲香港的立法会早起嘛伫咧审查国歌的条例，有民主派议员去互人赶出去议场外，冲突一再发生。中国想要杀港版的国安法引起高度争议。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声明，已经向国会认证香港未有高度自治。蓬佩奥27发出声明指出，这个举动可能会致使未来美国取消对香港的贸易等等的特别待遇，包括特殊贸易等等的地位。而且强调讲，当咧详细研究这段时间的事态发展了后，任何理性的人拢袂认为讲，即马香港会当伫中国之下维持高度自治。不过，香港前律政司司长梁爱诗认为讲，知影香港国安法一定会引起国际反应，不过爱伫两种伤害内底用较轻的迄种。國家安全受到危害嘅時候，唔好講話呢個社會唔得到安寧，外國邊嘅人都唔會嚟投資嚇，而我哋自己嘅經濟活動、社會嘅活動都冇辦法進行。梁愛詩認為講，即馬已經無別種選擇，法案是一定愛做，嘛批評美國嘅做法違背國際慣例。一個主權國家無應該批評另外一個主權國家嘅內政。香港政治秘書長吳志峰等人嘛回應美方嘅態度，認為國安法嘅爭議，讓香港受到國際關注。北京甲香港特區政府應該愛重視。其實北京以至到特區政府係必須要正視國際嘅反彈。其實美國總統特朗普亦都係慎重考慮。亦都咧應該會係喺未來1-2個星期咧係會有相關嘅決定。早起香港立法會繼續審理國歌法熱討，泛民派議員阻擋國歌法衝突不斷，民主派議員朱凱廸也最佳主席李慧瓊嘅標語，主席用標語有侮辱性，下令保全甲朱凱廸趕出會場，會議中斷。泛民派議員柯志峰佮衝出主席大廳有臭味已經爛去盆栽，造成會議第2遍中斷。柯志峰佇會外表示，這個舉動要讓主席劉文干感受到制度爛去的氣味。記者綜報道。昨蔡英文總統已經表明講，會針對援助香港人民這條帶提出專案的計劃。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的陳明通主任委員早起在立法院嘛指出，這項專案有4項原則。第一就是政府愛主導，第二是陸委會負責整合各部門，第三是官方所設的法人機關出面串聯民間的力量，還有就是經費預算會對政府來。香港版的國安法會喺中國全國人大會議表決通過。陸委會主委陳明通早起去立法院做專案報告的時陣指出，人道救援的行動方案會對香港人來台灣居留、安置甲照顧做完整的規劃，而且有4個指導的原則。第一個，政府主導；第二個，由陸委會做跨部會的整合，由政府所成立的法人機構來執行整合民間跨部門的所謂這個公司的協力。第四個，政府編列預算，挹注經費。因為目前香港的局勢無穩定，總統蔡英文進前佇人民冊寫講，港澳條例第60條的停止下用條款引起爭論。陳明通強調講，若香港版國安法實施，會降低香港高度的自治，都要密切觀察甲評估。60條是提醒北京，有高度自治的含金量，因為這個代為立法這樣子的，它的含金量就下降了。將來你港府所做出的決策，是你港府基於高度自治做的，還是奉行北京的意志做的？那這個本身對我們國安方方面面
有一定的冲击。陈明通指出，港澳条例甲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无共款，差别是一个甲政治有关系，一个甲人民有关系。因为伫政治的角度，台湾甲香港看做第三个所在。不过国民党立委陈玉珍伫咧质询的时阵，质疑蔡总统从去年反送中事件就讲要挺香港，煞无具体的作为，认为政府无应该半暝钻头路，天光无半步。在座的各位，还有我们全国的人民都在期待你赶快提出方案。比你想象的晚啊！我不会吗？不会，我觉得我本来期待你今天就会提出来，因为你们在选举之前就想这件事情，我想你们早就做好规划。我对你的期待是如此的深。嘛，因为反送中事件，2019年申请来台湾停留、居留甲定居的香港人人数，拢比前一年明显增加。也若目前具体已经有偌济人申请，陆委会甲移民署是拢无愿意加讲啥。记者综合报道。早起就有台湾的学生团体和少数一寡人已经踮台湾的香港青年做伙出面讲，这回情势确实真严重，就要望教育部赶紧用专案开放遐因为传染症管制袂当来到台湾的香港学生赶紧过来读册，嘛期待政府尽量条件放宽，伸出援手，庇护每一个捌伫香港抗争过的人士。台湾学生团体甲少数伫台湾的香港学生，穿乌衫，搁一届去香港的经贸办事处外口，批评中国政权甲一国两制毁掉，互香港的局势搁再恶化。28中国全国人大表决香港版的国安法草案，有一寡人伫咧外地，心煞是挂意厝内香港学生表示，家己是规暝拢困袂去。就是昨天整个就是在这样的心情当中没有办法睡，那很多香港朋友也是这样子。加上新冠病毒大流行，台湾伫咧今年2月11日开始禁止港澳生入境。这学期，敢若剩少数的香港学生继续伫咧台湾读册。台湾的学生团体甲伫台湾的香港学生嘛，呼吁教育部爱赶紧成立专案，互原本就有学籍甲居留证的香港学生会当赶紧来台湾，搁恢复上课。我们也看到香港这几天。昨天就逮捕了300多人，港警也是用尽所有方式要打压人民，但是还是很多香港人站出来了。这些港生当中必然也会有一部分也会这样子出现，回来台湾读书是很多港生希望的，就是他们的心愿。那我们觉得说，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声音跟台湾朋友讲。当时被捕的同学，直到现在仍无法回台就学，北京与港府依然寸步不让。台湾跟香港都处在中国扩张的第一线，我们有共同的敌人、共同的处境，更应该携手并进。伫台湾的香港学生烦恼讲，香港若是国安法了后，所有支持抗争的香港市民，无论是温顺派也是激进派，拢有可能受到司法的追诉，甚至是封关。而且声援运动的民间团体，无论是香港本土也是国际人士，拢有可能受到颠覆国家政权、甲分裂国家等等的罪名去互判刑。因为安尼，寄托台湾会当扩大人道的救援，互香港人具体的庇护。记者综合报道。咱过来讲，2017年汉光演习的时阵，国防部指派电子资讯通信部门5个军官、士官，用电脑技术侵入去军方的网络，找出资讯安全的破绽。结果演习线，这个人却继续转入去军方的系统偷摕资料。早起国防部的人员伫咧立法院承认讲，这件代志已经移送法办。不过这毋是军方有咧内斗，嘛无秘密的资料有泄露出去。国防部电子通军5个军事官准年参加汉光演习，来办红军海客，成功入侵军网，找出治安空隙，所标出演习了后，涉嫌继续侵入系统偷摕机密，去用移送高检署来侦办。国防部坦白讲，去年底调查局来约询的时阵，才知影这个案件，好认国军旧调来搭有无，那就是当然伫咧非演习期间非法摕到相关的资料。每一次演练都有很完整的演练计划，在演练计划内容范围里面的都是国防部长官核准的行为。那所以呢，这些有没有核准？一部分是有。那调查局这次这个案件，疑似有非演习期间这个部分呢？国军内外拢爱面对问题。外交部长吴钊燮顶日啊接受外国媒体专访的时阵，佮讲中国通过港版国安法，后一步可能就是对台湾动用武力，引起外界注意。国防部副部长周泰平表示，事情唔知影，到底吴钊燮是个人的看法，还是政府高层的共识，啊，佮有中共侵犯台湾是用什么款的方法？李伟龙要求国防部爱讲好清楚。周泰平强调讲，国军袂因为一个人的讲法，转来有动作。就是说部长乱讲你不会因为任何一个人的讲话而盲动怎么样？发动攻击的一方，他确实有主导权，但是我们会评估啊，到底哪一种是最可能的？
如果照外长这样的讲法，他指的对台发动攻击是哪一种攻击？国防部坦白讲，美方提悬台海军事动态精细，巡逻的密度增加。若是中国规月8月份伫咧南海进行大规模的军演，英国太阳报警时，中国2只航空母舰山东号甲辽宁号嘛头一届做伙参加军演，要演练来抢东沙群岛，而且趁机会来入侵台湾。对这件代志，国防部会当作军事威胁，强调讲已经提早部署。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讲世界性连锁的文华东方酒店台北这间分店，昨暗临时宣布讲，对下个月初1开始停止搁接人客住文房间。6月初7要搁裁员212个新劳。台北市劳动局嘛表示，公司和员工双方面已经有咧协商，因会优先保护劳工的权益。交通部林佳龙部长是讲，这间酒店进前无去申请纾困，嘛尊重因裁员的拍算。请不要进来，出去吧。警卫伫咧门口档买互记者入去饭店内面翕，对于无有警裁员的消息，对外讲法同款。所有问题由文华东方酒店的高层回应，但高级裁员的通知正突然，已经伫饭店做了6档的员工讲，2、7、拜3才接到通知，讲6月初7是伊最后一天上班。做到什么时候？基本上好像是6月7号吧。你什么时候接获通知？因为我们媒体接获通知是昨天呢？其他员工不变，都没有任何的异动。我们其实基本上大部分是针对住房。台北文华东方酒店宣布暂停客房的营运，计划伫咧6月初7裁员212人。因为文华东方总共有863名员工，饭店这个部门差不多有500多位。国家进前已经通报资遣的人数39人，总共要裁251人，已经到大量解雇劳工保护法规定的标准。台北市劳动局讲，伫劳资协商时阵，资遣条件要完备，同时要符合法定天数。我们也希望它其实是可以符合这个60天的这个通报的程序啊，哈。他还是坚持是这样的话，我们当然一定开罚，因为他就是违反了那个60天通报的程序。在交通部观光局的方面，我们都有纾困的方案，可是文华东方他们并没有来申请，也许他们有他们经营策略上的考量。交通部长林佳龙讲，文华东方裁员已经是大量解雇，劳动部会介入协商，并且强调市场要退场的机制，对业者裁员的决定应尊重。记者综合报道。武汉肺炎有影真害人。目前国内有3间生物科技的厂商和官方合作开发出来预防射，拢已经在咧进行动物的实验。打算7月就会当开始人体实验，近年年底就会当生产出100万吨。不过卫生福利部这边是讲，这都要通过真侪法律规定的认证。别国的进度和咱嘛无啥前差，尤其研究预防射这件代志，本地就要真谨慎。武汉肺炎疫情伫咧全世界继续伫咧传，各国拢积极伫咧研发疫苗甲药啊。现此时讲，风声有国内3间疫苗的厂商和中研院甲国家卫生院斗阵合作研发的疫苗，即阵已经进入动物实验的阶段。打算7月份就会使做人体试验，打准讲顺利，上紧伫咧今年年底生产100万剂，到时就会使先提供给第一线医疗人员来做。不管是国内国外相关疫苗的进度，我们都持续在注意。能够产生可以用的100万剂，我没有那么有把握了哈。那生产100万剂应该是没有问题。但市长表示，疫苗研发这部分该通过真侪法规，也要通过真侪验证。台湾疫苗推动协会是认为，政府只是扮演监督的角色，鼓励药厂会使加研发。到关心进度，也到辅导，而且法令的规定也无讲会使依照紧急状况，就甲疫苗先偷放一寡出来，这恐惊会互咱疫苗研发也有上车速度比其他国家来了慢。台湾根本没有一个确定病例，你势必要跟国外合作，要怎么跟国外合作？政府在这边能不能帮助找到一个国外合作的对象？松绑法规，做一个更及时的、更弹性的临床实验的标准，我想这个是对于我们国内疫苗的发展非常重要的事情。卫福部表示，做疫苗相关业者拢有来询问，政府也会提供协助，说明法规的要求。但机票这部分也做真侪调整。现此时，全世界只有10支疫苗进入人体试验的阶段，其他业者和咱研究的进度其实差不多。而且这疫苗本地就要真顶真，准讲无够安全，就会失去自有风险的意义。记者综合报道。
6月初7过，国内大规模解除封锁令了后，本地伫咧风景地区提醒人阵济少的1968这个手机APP， 敢会当继续保持运用？交通部这边当是讲，毋但功能无改变，真正因为有的风景区地理环境的制限，人数咧统计难免会无甲遐准，这个情形拢会继续研究改善。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确定讲，对6月初7开始要解除人流的限制，民众伫咧做各种日常生活，也有休闲活动的时，只要把嘴暗挂好条，安尼就唔免搁再有人数的规定。不过交通部表示，伫咧防疫期间所设的人流警示的1968 App 会继续提供人流警示的功能，而且会随时提供上新的资讯。全台湾划成10500个那个网格，它来算的。好，那当然是说实际上的一个跟事实的会有一点点小差异。那这部分的话，这就变成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做一个小修正，比如说市场，它可能是有些人是没有带手机进去的，它变成忽略掉了。不过有立委就质疑，景点的人流管理应该是属于观光局的范围，也讲交通部即阵杀出来17个 App， 有的根本无啥人伫咧使用，而且有的功能也有同款，这互民众是真困扰，要求交通部应该爱清点，而且做整合。我们现在这17个 APP 是不是能够做一个统整合，并且不要有叠床架屋的状况？安内塞吗？APP 的部分还是要让民众知道，一进去就知道他所要的功能是什么。因为我们交通部的业务真的是蛮多的哈，所以我们尽可能的在同类的，我们尽量想办法把它去总合。另外，针对5日节交通疏运这部分，指挥中心对6月初7宣布要解除封锁了后，到底是不是搁要强制挂嘴暗呢？交通部表示，在疏运期间人流较济，原则上也是希望旅客会使挂嘴暗，不过细节会由事业单位来决定。不过，这阵因为疫情有较累，人潮豆啊转来啊，交通部透露讲，高铁会在咧评估了后增加车帮。记者综合报道。我来看美国这边染着武汉肺炎过往的人数，到当已经超过10万人。这拄好是过去44天美国伫咧韩国、越南一站过一站所有的战争内底战死的人数。总是媒体咧批评讲，是川普总统领导失妥当，才会致出这款效果。伊本人到当时还阁无开声回答到半句。新冠病毒疫情重灾区美国死亡人数伫咧当地时间日7超过10万，差不多是美国过去44年来伫咧韩战、越战、伊拉克、阿富汗等战争死亡的军人甲俘虏总和。不过对官方的记录，第一件死亡案例到10万，才短短无到4个月时间。美国失去这么多人命，总统川普27登去北京时阵无任何回应，对媒体问题伊只是下手无讲话。不过媒体无放伊煞。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就批评，川普领导防疫失当，才会病毒伫咧美国拖这么紧。You don't want to see panic, because there's no reason to be panicked about. But when I mentioned the flu, I said actually I asked the various doctors. I said, is this just like flu? Because people die from the flu. 伫咧重灾区纽约州，寄生者的尸体被做到用病毒来运，当地救护业务也强要到极限，急救人员平均每工通话次数自4000遍增加到强要7000遍，边逐工拢有人因为疫情而死亡。One of the hardest moments was having to see a family member of a COVID patient say goodbye over an iPad rooms away. And it's just hard. You wake up in the morning and like yesterday, and you kind of worry about what news you're going to get. And 疫情大流行也看出美国的阶级种族所造成的无平等问题。根据官方的统计，美国的人口有13.4%是非洲裔。不过，敢若是到4月中，新冠病毒寄生的人内面就将近60%是非洲裔。CNN 讲，少数民族、老大人更加容易互病毒侵袭，因为白领阶级的白人会当伫咧厝内工作，免有病毒的危险。而就算是无被传染，因为疫情造成的经济冲击，也造成超过3000万美国人生活困难。记者综合报道。武汉肺炎伫咧西班牙也已经夺去27000几人的性命。西班牙的政府嘛宣布讲，对5月27开始连续10天追思哀悼的期间，公家机关的建筑、海面的船只拢降半旗，来悼念遐染病过往的亡者。西班牙国王菲利佩六世带某囝伫咧马德里郊区萨尔苏埃拉宫，替新冠病毒破病死去的人默哀1分钟。大雷雨及时讯息，
大雷雨即时讯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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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雷雨即时讯息。Por la toma de conciencia social de todo lo que ha pasado para que no volvamos a cometer los fallos, para que se vuelva a repetir lo que ha pasado. 西班牙是全球新冠病毒疫情上严重的国家之一，全国累计确诊超过23万6千人，有2万7千外的人过身，其中有8成的往生者年岁拢超过70岁。真侪民众伫咧严格封锁期间，拢无法度去病院来看因最后一面，亲友嘛无法度来出席丧礼，送因最后一程。到今才通好静落来，好好表达哀思。不仅西班牙各地近日世界段的大道解封，上受欢迎的户外咖啡座嘛开放营业。民众伫咧倒仔球较开的安全距离之下，大大恢复应过的生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中国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3次的会议今日结束，因为闭幕的时就是要表决。上届受外界注目迄部香港版的国安法，头拄也已经通过了。香港版的国安法表决通过，就会开始授权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落去制定条文的内容，紧接8月就会通过实施。因为国安法是中央制定法律，立法的过程拢免经过香港的立法会同意。外界嘛担忧讲，过去中国把因过一国两制和香港人治理香港这个条件，拢会有影响。下晡4点，中国国务院的李克强总理会出席国内外记者会，照看香港版的国安法，还有中国甲美国中间的关系，拢是媒体记者探问的重点。咱当然关心台湾武汉肺炎的消息，进前指挥中心嘛下令，讲有小姐人伫咧伴酒的 KTV 甲夜店这款娱乐场所，拢都要暂停开业。啊，毋过台北市遮，那像有业者换去细人的厝内装潢做招待所继续经营，通瞒过政府的管辖。警方当时讲，若接到报案讲扰乱安宁，拢会派人去现场处理。是讲敢有算开业者，这就要由台北市政府来认定。警察大声阻止迄个压制成事的分子。2月半暝，2派人马伫台北信义知名夜店庆祝生日，却因为酒后冤家发生集体冲突。夜店才拄恢复营业，就发生冲突的事件。啊，若是进前酒店 KTV 因为疫情停业，所以嘛造成疑似有私人招待所的情形。它里面的格局就是一个吧台，有那个一个大的客厅沙发，就很像 KTV 那样子。这间厂伫信义路巷弄的面体，红传出是私人招待所，逐工透明唱歌，声音是大加影响当地居民。有民众佫讲，捌看过乌衫人出入。晚上12点多听到唱歌声。收到110的妨碍安宁的这个检举案，既有2件哦，那本所都有到场哦，依规定来做处置哦。当天到场的确是有人使用这个卡拉 OK 的机器在唱歌啦。假设如果有涉及这个营业的部分呢，我们会向市府申请联合稽查。警方表示，5月接到2件妨碍安宁的案件，拢有去现场处置，嘛无定期伫附近落检。啊，若是遮敢是私人招待所，敢有营业的事实，拢已经申请联合稽查，了后会由市府去做认定。记者综合报道。因为这回传染症今年4月失业率已经升起来到4.03%，那么6月到，搁一批学生要出业落社会。行政院就通过要推动应届出业的青年就业的措施，投入66亿，协助14万的大学、大专院校的毕业生，尽量会当顺势引导头路。啊，若聘用这寡青年人的企业，一个人1月日嘛有12000块训练费的补助。就业市场，如果在109年的12月之前，青年能够在就业市场稳定就业3个月的话，我们给青年就业奖励2万元。然后再接下去，如果他能够在同一个事业单位工作长达6个月的话，后3个月再补助1万元，总共希望能够给青年就业奖励3万元。然后艰困的特定的制造业、照顾服务业，以及现在目前比较缺工的营造业，如果呢他们青年愿意投入这些行业的话，我们予以就业奖励哦。平均可以拿到10.8万元。
那这最重要的目的。劳动部会推动6项措施，包含对5月到9月这项期间，踮北中南各所在举办多元就业博览会，按算要提供24万的会，消透青年就业的压力。咱过来讲5月27日，台南成功大学已经发出电子批，调查海外学生倒转来台湾继续读书的意向。总是成大这边是表示讲，这是量早规划检疫安怎样安排的代志。当时这学生才会当倒转来，一切还是得照疫情指挥中心海关管制的政策来办理。最近有成功大学的境外生接到学校的通知，表示校方正在调查转来学校的意愿。对这件代志，成大嘛出面回应，考虑到成大境外生有1500多人，为着规划未来新生，还有也未转来学校的学生的受教权，所以爱提早规划居家检疫的空间，才会事先调查学生的意愿。在防疫的政策下，居家检疫如果还是14天，我们必须要去提前规划跟部署。否则，一下子所有的人在开学前2个礼拜全部都进来，我们不会有那么大的空间。针对有意愿要转来学校的境外生，校方建议用实名制的方式，到台湾了后，必须要居家检疫14天，事先会配置防疫宿舍。不过，成大嘛强调讲，学校目前的作业只是申请列出有意愿要转来的学生名单，若是未来7月会当顺利入境，这寡境外生佫需要等1个半月才会开学。所产生的生活费用，校方嘛会负责大小的部分。那住在北部的、东部的或是中部的，那都延后到开学前1个礼拜才进到学校。那把所有宿舍腾出来，让这个先进来的这个境外生能够住宿。虽然说现在疫情有稍微减缓，但是还是需要就是谨慎一点。对，而且还有线上教学什么，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办法学习啊。对，就算不回来的话。对这件代志，教育部讲，另外照指挥中心监管政策来办理，无有定的时程。若是成功大学嘛是表示，这个政策不是单单针对中国、香港、澳门的学生，是所有的境外生。但是一切政策拢爱照疫情指挥中心的监管政策来办理。记者综合报道。台南讲成大，咱来讲台北这边讲师大。目前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校歌内底有一句歌词唱讲“中归祖国乐融融”，但是引起学生已经抗议几落摆。昨校方召开行政会议，决定校歌的曲调无改变，不过歌词会当改新版，甲旧版的同齐保留掉咧，让学生自由拣看要唱倒一款。好听的歌曲表示教育同仁甲做老师的责任。台师大校歌传唱真侪档，不过这几年却因为这句歌词，去予学生抗议真侪解讲无适合。台湾山川气象雄，重回祖国乐融融。真侪师大学生坦白讲，其实唔捌唱过校歌，嘛无清楚原来有“中归祖国”这句话，不过知影了后，感觉无啥妥当。不离个某学生认为讲无啥感觉。因为祖国感觉是个比较敏感的词汇，这样子。祖国很好啊，每个人都有原本的归属地啊。变成台湾跟中国是同样的国家，就不太好。台师大强调讲，校歌一定是对特定的时空背景来的，无认为讲中归祖国的这个字有争议。不过因为时代无同啊，校歌要传承嘛要向前行，才会组成专案小组来处理。而且伫咧行政会议面顶，达成歌曲无改变，新旧歌词做伙存在共识。就是公开征词，也可能请专家来填词，但是这个形式我们都还没有决定。但是我们大家的共识就是，因为我们不会非常的躁进，因为这个是大家的这个情感的一个依附。为创办以上大的共识做前提，台师大希望2年了后，也就是创校100年进前有新的歌词，到时阵音乐放落，校友要唱旧的，学生要唱新的，嘛拢无问题。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搁再刷落来，咱来讲高雄市有民众甲推动罢免韩国瑜市长的民间团体反映讲，前镇区这一个里长要求民众接到罢免投票通知单，就要签名。这分明就是出口部要泄露去转票遐个民众的资料。不过里长本身是出面说清讲，自为连续3届里长做到单，见摆咧分投票通知单，拢嘛要求民众签名，也是咬狗做号，实在和反对罢免无牵连。
林长在发选举公报甲通知单的时阵，正正拄着民众无伫个厝，这时阵就会打一张纸条啊，请民众来领取。不过民众认为爱带伫去里长遐签名领取投票通知单，拿出来得甲大家讲，伊要去投罢韩的选票。搞起这种韩式诈欺，要求里民要填写才能够领取我们的表单，这根本就是一个变相让里民强制亮票。一路支持罢韩的里长受到民众的真情，认为签名才会当领取相关的通知是反罢韩的奥步，安尼已经违反选举罢免法。防指控的里长批嘴讲，甲投票通知单放伫信箱以后，才发生无去的状况，才会请里长在发送的时阵，爱请民众来签收。大概选举拢是安尼做法。伊名册我就叫一号。我本互你给我签一个名，我当搞差安尼尔。我不是第一届当里长，我是历届来，只要选举我都会这样。我觉得我问心无愧。第二点，你说我领到通知单、选举公告，那个不代表他愿意要不要投。里长表示，伊做3届里长，作业流程拢同款，民众无爱签名，拍一个勾仔嘛会使。高雄市选委会嘛表示，签名领选举投票单、甲选举公报并无违法。记者陈以莹、明昭关高雄报道。咱搁来讲，顶日啊，环保署接受检举，和桃园市环保局做伙去桃园客运公司抽查10台车，发觉其中竟然有2只明明有到防止空气污染的设备，所以为着省钱，禁起来无开就去碰。这款闪火就碰的业者，严重会当罚金6万块。啊，接受委托到改装机械的车厂，上当阁会面对7年以下的有期徒。环保署环保处甲桃园市环保局人员来到桃园客运的停车场，斟酌检查车顶的这套选择性触媒还原系统。系统原本当减少 PM2.5 前驱物氮氧化物的排放，不过说防违法改装啊，无正常运作。经过调查，知影业者是为着要省成本才安尼做，这嘛是环保署第一届查到的违规用态。柴油车所燃烧产生的这一些的氮氧化物，那就没有经过降低的程序。以前我们并没有发现过有类似这样的状况，哈，这个算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应该说违规的样态。车主无顾着污染来改装空污防治设备，上当会当罚6万块，但协助改装的处罚搁较重，会面对着7年以下有期徒刑，会当并科1500万以下的罚金。桃园客运承认确实有这件代志，嘛强调，防查到违法改装的2台车，拢已经恢复啊。将来我们会针对我们有关环保车种的一个内部稽查车辆的一个设备等等的一个状况做比较严格的一个管控。事实上，现行针对柴油大客车、大货车的废气检验项目，并无包括氮氧化物这一项，嘛无像汽机车必须定期检验。业者若改装车辆的污染防治设备，其实并无牵涉到检验敢会过关的问题。但安尼做，各台车当年估计大约省10万块的成本。记者林俊梅、陈昌辉台北报道。咱搁来讲新竹市的香山湿地，进前因为有发水笔啊，想无到讲拖了真紧真惊人，无几年就已经混起到300多架。啊，这唔但造成乌龟啊生袂少，嘛甲水流出海的线路扎真济起来。加在近来5冬，地方有甲水笔啊清一寡土角，才互这片湿地的生态，袂讲敢若单独一款树丛，又搁渐渐复原做真济多变化的形体了。百姓快乐在湿地内底活动，经过5年外的整治，总算互新竹香山地区的湿地恢复过去的景色。最近这几年，红树林直接快速扩张，导致原本湿地的环境改变，嘛影响到包括白鸶仔、鱼仔甲虾仔的生存空间。那原本栖息在这一块地方的，譬如说招潮蟹，它必须挖洞而居住的，在挖洞的过程之中，屡就是挖到这些根系，那造成它没有办法去隐蔽起来，所以这个栖地就不太适合它生长。那第一个它就灭亡，第二个它就迁徙了。市府经过5年外计划整治，进行大面积去除红树林，目前已经完成分期分工去除的工作。大雷雨即时讯息，大雷雨即时讯息，大雷雨即时讯息。
大雷雨即时讯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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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雷雨即时讯息。红磡的红树林教育区提供学校来教学使用，互来到这的游客除了会使欣赏美景以外，嘛会使亲近丰富的湿地生态。记者张君豪新潮报道。6月初1开始，室内演艺场所唔免搁爱管制着坐一位让一位。进前损害真严重，真侪新剧团、这表演团体，但嘛赶紧伫咧斟酌，望要甲顶半年损失的票房争取回来。你像故事工厂集团今年度的代表作品《再见歌厅秀》，6月26到28，特别入去国家戏剧院公演。即阵伊嘛紧接快加强伫咧排戏咯。因为疫情的影响，故事工厂才伫咧5月初完成国家戏剧院无观众的演出，即马佮继续投入将无用的排练。戏旁边申请有力，亲自嘛。重现90年代歌厅秀的场景，啊，毋过已经渐渐稀微，敢会当伫咧现实当中求生的痛苦甲惊吓。这是故事工厂年度作品《再见歌厅秀》的剧情，嘛拄好符合疫情期间表演艺术产业所面对的不安。排练这个戏的过程当中，就是不好意思，我们的国家戏剧首演要停了。我唯一的好处就是我省的帮演员做一个角色功课，就是他们的彷徨的心情，完全不用揣摩。我们现在就在这个彷徨的状态。我们戏里戏外刚好跟歌厅秀那些人一样，不知道未来会如何，我不知道能不能撑下去。对国内疫情转好，预计6月初7解封了后，袂阁进行人流甲座位的限制，嘛，互表演艺术产业有机会甲顶半年失去的票房变倒转来，互艺术工作者嘛拢真期待。行程是早就都安排好了。所以就是如果可以开演的话，其实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是我们并没有办法，就第2天票房就马上进来，所以我们还得要撑一段时间。但是它至少它是一个好消息啊，就是说我们可以回到剧场里面，然后可以工作，可以让这些人就是待在这里。从7月开始到年底，我们的档期大概早就已经全满了。上半年取消或受到影响的节目，其实就已经开始在往后移。进场的时候要量体温，然后全程必须要戴口罩。我的期许真的就是大家来报复性消费吧。根据2天的统计，受到疫情影响，到5月初10为止，有300外的团队、400外档的节目，要到951场的演出延期或者是取消，票房比去年同期减超过3亿。2天伊指出，下半年有真侪大咖的团队、经典的节目推出，希望会当促进观众的报复性消费，带动表演艺术产业的恢复。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2句话，互你做参考。解说，解文说字。即卖的人。那演到地啊，会当讲入去国家戏剧院，入去真侪演艺场所，看一下表演，拆票看舞台剧。毋过舞台剧这毋是新的传统，过去日本时代就有啊。迄当阵人讲叫做新剧，腔口无共，也有人讲叫做新剧。照国情所在，对日本时代到甲之后，咬人真侪。你像讲早前踮台北广播电台服务过。宋惠武先生，伊和伊的好朋友简国贤，两个就做伙编一出壁。这壁就是讲吼，好野人甲善良人，敢若隔一张壁。隔壁好野妇孺趁拄天，咱住隔壁吼，散车甲讲3顿饱都无在条食。咧表明讲，迄当阵的社会确实好野善差真济。毋则亲像台湾歌伫咧唱，物件一日一日贵，厝内头喙遮大堆，小巴掌的歌词嘛咧讲这呢。结果。宋惠武先生落尾，因为228事件，因为政治环境的变迁，伊人脱走去到厦门，伊原来改名，改叫做拿坡里，就是讲游玩怀念蓝色的海洋对面迄边台湾故土的乡里。啊，伊后生宋武仁先生落尾原来投入广播界，迄当阵新剧的人才真侪拢投入去广播的工课，尤其吼民间有一出头。若咧搬新剧，会用讲是真佳也烧钱人爱看，这就是廖添丁的故事。因为迄当阵无像即马有国家戏剧院，无像即马有真济国家所建设的演艺场所，拢是地方的戏台。若电影无做，就互拆票，互戏团来号，何况遮做10天还是做8天，
票买落去，大家烧钱来看。结果政府嘛管制讲，袂当搁搬聊天钉啊啦，搬聊天钉会引起社会动乱。真巧真熬，咱这演艺界人士聊天钉无搬，就安尼甲改名，男主角无叫聊天钉，换叫做吴建明。啊，咱真知，伫咧文化界真出名，主编推理杂志林福利先生，伊的老爸林清文，迄当阵就是游劫吴建明新剧。但迄台巡回公演的新剧吴建明内底，伊拢演迄落互欺负的满子小生啦，到林清文咱红警红拍，到尾聊天钉啊，就是吴建明出面解救。啊，落尾真侪遮广播局人才嘛，惊对电视来呢。你讲亲像吴影先生。各位先生、各位女士，也是讲武侠天下的张宗英老师，甚至是幕后伫咧制作的郑江月、黄志清，引导电视嘛是继续制作，继续编真济真好看、悲欢离合的出头。而且国正安尼讲，唔是讲即马才有舞台剧呢，新剧、广播剧包含电视剧的传统，这是过去台语艺术一项真值得咱注重、真值得咱留恋的过程。过来，咱嘛共款继续来讲演剧。过去4年，青少年表演艺术联盟伫咧嘉义县民和国中自费分校者，引带遭遇较坎坷的青少年学伴戏出。5月27日暗时，这少年人头一摆登台公演。啊，青少年表演艺术联盟讲，真望艺术对即寡路途有较困难的青少年影响力会当继续加重，甚至因未来望要设一间艺术实验学校，继续援助即款少年家人生的路行了会较顺遂咧。这样我知道要去哪里啊？好在去哪有差吗？伫舞台顶做最后的排练。青艺名的风吹计划，和特殊境遇的青少年演出因的故事，表达因的心声。就会有一些挫折的时候嘛，就你要去安慰人家，互相帮忙。就觉得跟他们相处也没有感觉他们比我们大，就是感觉就是很好的朋友这样，就是有什么话都可以讲这样。青艺名适当来配合嘉义县的学校，用搬戏的方式来陪伴30多位特殊境遇的学生，转化家己生命的故事。这出新的囡仔都是改编因的故事。他带给我们的其实不只是一个戏剧课程而已，还有一个专业的态度跟做一件事情的坚持。我想这个部分应该可以带给学生一个正向的影响。透过搬戏的方式，青艺名和特殊境遇的青少年去培养自信甲尊重。伊嘛表示，这适当的计划执行到即马，嘛开始有咧思考要安怎扩大影响的内容。它是有作用的，只是如何让这个影响力可以范围更扩大，时间更久。因为其实他们在离开学校，他可能又回到原生家庭，然后又跟可能以前的朋友在相处，那很容易就被带走。青艺名表示，2014年开始的风吹计划已经陪伴2000位以上特殊境遇的青少年，所来嘛会甲这经验甲教育界来讨论，未来希望会用成立一间学校，用艺术实验教育的方式，为特殊境遇的学生提供更较好的学习环境。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咱过来讲，100多年前，中华鹿港和厦门贸易的往来真加野。迄当阵伫咧12楼经营庆昌号的单价，都是一组大事业家。2001年，中华县政府就甲12楼登录做历史建筑。到当20当，总也争取到4500万修复的经费。按算明年10月就会当搁再开放了。有人分过吹，有人会现啊。永过伫咧中华鹿港镇12楼，这是地方士绅甲文人定定会来的所在。不过因为12楼的历史已经超过200年，窗仔门、壁面也有楼梯，拢已经旧啊。中华县政府向文化部申请经费，希望修复这栋历史建筑。也是75%是由咱的这个文资局哦，甲咱这个补助3375万，所以总经费拢总4500万来做这个相关的这个整理哦。我相信哦。经过这个修复了以后，咱的有机会来参观这个过去哦，会使讲是地方好野人的伊的这个古宅地。早期徛伫咧遮的人姓陈，单价拢伫咧遮开商行，甲糖、米也有油卖去金门、厦门甲漳州。平常时单价也邀请有社会地位的人来遮弹琴、行棋、作诗、啉酒、画图、插花、看月娘、跋筊、食薰、泡茶，做遮10项代志。所以好做12楼。以前鹿港、庆昌这些大家族，他们的里面的建筑构建啊，或者说他们的一些历史故事
让大家来了解鹿港的这些过往的风华。中华县政府估计，每年10月份进前，12楼就会修复完成。到时民众若去鹿港的九曲巷仔内金盛巷路段，就会入去参观鹿港英国的风华。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减少海洋的污染，兼搁提倡废物利用的观念，导到有人运用浮球啊，含前去海捕佚佗的塑胶鞋啊，这废弃物，做一件古锥的网架人物出来，咱嘛做伙来看卖。正大只的卡比兽、龙猫，也阁有真侪种无同款宝可梦内底的角色，这拢是用无爱滴的浮球重新结合所做的。这4个后壁一盖子，塑胶拖，对，塑胶拖迄种的，塑胶拖。这只也不好做。除了杰尼龟，也有这只真受大人甲囡仔介意的喵喵，伊嘛是用侪种的海洋粪扫所做的。这球它本身吼，伊足薄的，伊厚度足薄的，你要扫嘛无好扫，而且这个是圆球，这是迄个塑形的，对头尾尖的浮球无共款。这骹是用咱的水管。根据历史和平的统计，调伫咧台湾海岸边的粪扫、塑胶粪扫占上多，过来就是渔业的废弃物，亲像玻璃笼、鱼网啊，也阁有这种浮球。为着减少海洋污染，中华陕西有一个艺术家，伊叫黄兴文，伊甲塔克当对浮球去，因为后生真爱宝可梦，常常传宝可梦内底角色的图互伊，即阵全正做是黄兴文创作的主角。陕西肉粽到这边足济啊，因为这种物件拢无得个资源回收啊，一个球彩绘，我觉得那很单调，我就给它做立体的啊，有骹有手，安尼做起来是不是较生动？黄兴文讲，伊为电子产业退休了后，一阵倒来陕西掠鱼仔种田，无烦无恼。有闲的时阵，就踮厝用浮球变成艺术的作品。最近也有人替伊办展览，把这种废弃物艺术品的概念分享给更较侪人。记者综合报道。咱公司台语台特别1周年咯，这阵也有推出一个和国外合作的新节目，名叫《台台游你游》。这就是和泰国的公共电视做伙合作，内容是世界行搭，有点台湾，也有去泰国。邀请观众朋友咱来了解详细，精彩看台先。3、2、1。泰式饮茶加上珍珠，代表着台湾泰国的合作长甘蜜甜。主持人柯楚定和魏夫两个人透过视讯连线，分享3个多月以来台湾泰国走透透世界行搭的感想。我们西边、东边、中部也都有去了，就是我们要讲的是社区的故事，社区的力量。找好吃的，有好刺激的活动，之后可以看到两国之间的这个文化差别。台台游你游是公司台语台我1周年所推出的第一个台庆节目，这是台湾公司和泰国公司头一遍合作的节目。无同款的这个国情的之下，伊安怎发展？啊嘛会当看到讲社区的人伫遮尔久长的时间内底，因坚持甲一直做。The program was produced to the lanes of the people in the communities who revive their once stagnant hometowns into amazing travel destinations. We hope that the program will strengthen Taiwan and Thailand relations as we get to know each other more closely. 这组团队行搭超过1万公里的路程，经过疫情的考验，台台双边的团队联手做伙创作，关注地方创新，深入12个社区，都是要带观众做伙来去发现两个所在拢有独一无二的人文风景。记者由进场玉水台北报道。关心环境，咱来讲花莲的山内，常常有人塞车入去摒歪地的废弃物。花莲林区管理处近来已经有倒监视器落去，果然有录到真清楚的人影。警方当嘛甲嫌疑犯送法办咯。对监视器的画面，会当看到一台蓝色小货车慢慢啊驶入去墙栏内底，驾驶甲车顶无爱滴的门摊规啊拢弹落了后就走去，但是煞唔知影家己犯罪过程已经拢录落来。我们进太多了。包括一些他们废弃物那个些建材啦，都有啊，轮胎啦。他们口误就是怕那个木材被看到，有时候他们还会烧。事实上，花莲一寡偏远的山区也是海边的风风林，常常互恶质的人调工当废弃物。花莲林区管理处最近开始伫一寡较高风险物件所在装监视器，互黑白蛋本数的人全部拢走袂去。提供这些相关的影像
资料给我们保七总队这边去做侦查。它因为是属于事业废弃物，所以它会涉及到废弃法相关的规定哦，那可能会有1年以上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环保局是表示，108年较严重的恶意氮事业废弃物拢总有26件，109年20件，若是抓袂到嫌犯，通常拢是罚土地管理单位，所以林务局才会伫几落的所在装监视器，希望会当抓到凶手，阻止违法盗粪扫。记者综合报道。下半部天气变化啥款？咱来看各地头详细资料。北部24度到27度，中部27度到31度，南部28度到31度，东部26度到28度，金马平湖22度到27度。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晶，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多谢。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医师。头拄啊，看一个负责人，甲我讲伊这痛，遐痛。我是一位好医生，我当然爱详细甲伊检查一下。咱今仔日要来给大家介绍妇女病。妇女病汉字写作妇女病。罗马字写作何乌夫罗乌鲁本诶病，妇第7条，女第2条，病第7条。若讲到妇女病，真侪甲月事有关系。月事嘛，常用日语的外来语“咩事”来表达。第一摆去看妇科的时，医生拢会问讲月事敢有正常？若是少女，会问头一摆是当时来；若是年岁较大的，就会问讲当时煞紧。真侪查某囡仔月事来的时，拢会腹肚痛。这个时阵，咱会使滚一寡红豆汤来啉，也是摕雾烧包来捂好烧，拢会当减轻月事来的无爽快。查某囡仔平常时为着保护。生本就有一寡清清、差不多无色无味的分泌，这是正常的。若是感染着，有时搁有无好闻的味，叫做拗味。这种症头叫做白带，嘛有人讲是病带。若要预防妇女病，尤其是一寡较严重的病症，亲像子宫喙癌。平常时啊，咱就爱定期检查子宫、生管、子宫喙这寡部位。政府提供30岁以上的女性免费的子宫喙抹片检查，医生会用抹片、卫生镜、超音波这个方式检查，规个检查的过程只要6分钟。若有问题，会进行更较详细的检查，只要量早处理，大部分的病拢会较好治疗。例如妇女病、月事、绝经、子宫、生管、白带、子宫喙癌、抹片。虽然咱今仔日主要咧讲妇女病，不过无论查甫查某，拢会记你定期做身体检查哦。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收看，咱后摆再会。